Stray Kids 三位主唱 Bang Chan、Seungmin 同埋 IN， 佢哋嘅高音有咩唔同？先睇 Bang Chan， 佢嘅高音穩定，控制力強，聲音厚實，響個系統裏邊屬於權型高音。再睇Seungmin，佢嘅高音乾淨，音準穩，穿透感明顯，屬於刀型高音。最後睇 IN， 佢嘅高音清亮，聲音輕，流動感自然，屬於風型高音。Bang Chan 權型穩控制，Seungmin刀型準穿透，IN 風型清流動，三種完全唔同嘅高音風格。你係邊個嘅 fans？ 可以留言打刀拳風。下一條片 Hand 會出現。